1989年出生伫台南的少年艺术家陈玉龙，伊的创作以互动关系为出发点。即届无线地域个人的展览，主要以声音为核心，结合人工智慧的技术，利用声音媒介作为创作的元素，甲着过去艺术中心静态的展览无同，希望透过数位多媒体以及 AI 来呈现声音、光线甲影像的效果。探索人甲机器的关系无限的可能。这一次的展览主题叫做无线低语。那我主要是透过 AI 的这个工具，从语言、从声音到文字，去透过一个新的技术去重新进行转化。自然，然后跟科技、跟人类这三者之间，如何透过另外一种新的平衡，那去达到在未来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是跟机械共存，而并不是一直是一个对立的关系。那这个个展主要的主题呢，它其实是在探讨人跟这个所谓的空间场域之间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以及人跟时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它在这个里所用的一些媒介呢，它除了一些影像以外，它也有用到 AI 的技术。那所以这个对于一个新的一个艺术家在挑战这种新的一个科技的工具，然后作为一种所谓对一个生命的表达来讲，是一种新的很有趣的一个尝试。那对于成大而言，尤其是我们这个艺术中心比较多，以往比较多是属于在这种平面艺术或者雕塑的展览情况之下，那我们这次的策展呢，也结合了如何把这样的数位多媒体以及 AI 所呈现的声光影像呈现在这样有限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会场，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届展览展现的3件主要作品，每一件拢是以 AI 技术甲着声音作为核心，对声文到文字展现声音的这种面貌。这项展览对今日起一直到2月底，新台艺术中心欢迎各界到场来参观，共同探索艺术甲着科技之间的无限可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